金牛座、處女座、山羊座，平時習慣低調嘅你，如果呢一年仲係繼續默默耕耘嘅話，你可能就會親手推走埋宇宙送俾你嘅好運。身為土象星座，你做嘢呢一向都係最踏實、最可靠，習慣咗將所有嘢都準備到最好。但係隨住大吉星木星正式進入獅子座，就要求我哋呢表現自己，要高調一啲去發光發亮。咁樣對於習慣留喺幕後又怕尷尬嘅你嚟講呢，可能一時間都會覺得好難適應，甚至有啲呢唔太舒服。不過呢段時間其實係木星喺度推動你，要你將過去累積落嚟嘅實力真正落實，被世界看見。如果你因為怕醜，又或者想保持低調，當人哋要你上台去做演說啊、發佈簡報，又或者帶領團隊嘅時候呢，如果你唔敢接受的話，其實就係將幸運推開。木星獅子呢，唔係要你變得虛張聲勢，但係當你願意克服怕醜呢個心態呢，大方啲將你嘅實力展現出嚟，你先可以將實力變成幸運嘅成果。至於木星獅子對於每個土象星座嚟講呢，都有唔同嘅個別影響。其實呢，我仲未講晒嘅，我喺 YouTube 嗰度準備咗詳細嘅木星獅子整體趨勢同埋個別星座運勢大拆解。有興趣了解嘅朋友留言 Leo Leo，我會將完整嘅影片連結 send 俾你。